YouTube 频道的社群贴文，超连结。要绕境活动了，右上角3个点按下去，然后筛选器，点按筛选器，点按创用 CC， 创用 CC， 创用 CC， 免费的，免费的，免费的。免费的影片，你看，2019年4月25号重修工程上梁大典，今年2022年9月30号到10月2号3天绕境活动。那今年夏天的端午节过后就有绘图大典了。